话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快乐。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初10，旧历的4月初3，礼拜5。后来乡亲啊，就是拄只3点45分，搁发生地动咯，是5点8级。宜兰花莲上大震度有4级，台北遮真明显感受到地动的摇。有关这个地动的状况，要请记者李荣来报道。李荣，请讲。 好，诸位观众，我们先带您来关心到，稍早在下午3点45分发生这起相当有感的地震，瑞士规模是达到了5.8。那因为是发生在台湾的东部海域，因此呢，宜花都是相当有感，包括在花莲县的和平，还有宜兰县的澳花，这个震度都有达到4级。那另外呢，花莲市还有南投的合欢山、台中市德基、宜兰市还有新北的五分山都是有3级的震度。好，那值得注意的是，其实双北都相当有感，像我们刚刚是位在台北这个办公室的1楼，但是其实有很明显的感受到有上下摇晃的情况。那其实这个摇晃呢，也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哦，所以呢，大家都非常的有感。那其实现在因为这个我们刚刚根据这个气象署给出的地震报告，其实可以发现到这个发生地震的震央，稍微比起先前的这几起地震呢，这个震央稍微再接近了宜花的交界点，有明显的往北移。因为其实今天上午在9点35分也有一起5.1的地震，那这个气象署是说是属于04、03的余震，那震央后续这些震央可能都会往北移。那这起地震是不是04、03的余震？那稍后呢，气象署也会出来说明。好，那我们也带你来关心到目前各县市的情况。那刚刚呢，我们了解到的情况，在花莲的崇德管制站这边，其实地震发生的当下，蛮多驾驶人都赶紧先下车，因为其实他们也目击到后方的山壁是有一些崩塌的情况，扬起了蛮大的烟尘。不过呢，幸好的是大家都是平安无事，目前花莲这边没有传出任何的灾情。那在宜兰这边是有看到这个比较明显的摇晃，包括电灯啊等等的都在晃。那也有在宜兰的民众表示说是有收到这个国家级警报。那目前各地都没有传出任何的伤亡情况。那交通的部分呢，也带你来关心到台北捷运。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，台北是相当有感的，北捷是因为这起地震有稍微慢速行驶的状况。那高铁则是正常运行，没有任何的影响。好，那因为台北呢，这个可能是因为盆地效应的关系，地质相对来说比较松软，会有点像是果冻在摇晃的情况，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虽然是在1楼的办公室，但还是相当的有感。那后续呢，这个气象署也安排在下午4点半左右，会请地震中心出面说明，来跟大家讲解一下，说这个到底是不是属于04、03的余震，那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那现在根据我们掌握到最新情况，这个台中捷运呢，稍早是有因为地震受到影响，那目前也是恢复正常营运的。以上现场最新，先将时间交还棚内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